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25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台湾高铁苗栗路段透早信号异常，8点开始的车帮拢取消，1点钟刚来发3班车，有真侪中南部立委、内府广告伫欢迎开会。台股早起大起1376点，指数冲破43000点，创史上起第5个纪录，嘛创历史收盘的新高。美国加州南部一间航太工厂化学品涂存槽故障，欢乐的爆炸，经过撤离5万外的民众，相信发现讲涂槽有必损，有机会消透压力。来看台湾高铁苗栗路段透早号志信号异常哦，伫早起8点开始，本地车帮是拢取消，1点钟哦，干来发3班车，有的车是晚分1点钟以上。因为今仔是拜一咯，有真侪坐高铁上班的民众是真怨叹，嘛有真侪中南部立委哦，因为高铁出错，未付广告，嚟欢迎开会。要来上了，对啊，要发车了。赶，上班都要袂赴啊！大家赶要钱入去车厢，高铁汤圆站上北的月台，听候的人是排甲吵。早起上班时间受到苗栗这边号志信号故障的影响，所以敢若剩单线双向通车，转线真侪列车都有慢分，甚至慢超过1点钟。由于稍早信号异常的关系，本列车在此临时停车。高铁自早起8点开始，就取消原本的班表。改做每1点钟，为南港也阁有左营2站发出3班列车，安尼来应应。因为受到抢修的影响，部分的列车嘛是哪行哪停。下去的时候才看到，就是有一大堆人这样，至少也是多了1个多小时，1个半小时左右。我们是都在车上等，就是走走停停啊这样。高铁发声明讲，早起要营运进前，就发现讲苗栗路段有发生号志信号故障的代志，维修人员即马已经全力来抢修，经过定金评估，所以来进行营运的调度。受到影响区域内底车辆会清空了后，另外还安排部分的车帮加停苗栗也有桃园顶站来消透人阵。拄好拄到拜一，立法院侪委员会中南部的立委原本要上北，嘛拢向前调，甘乃使延后开会。服务处早上有接到2、3通电话，在问怎么回事，因为其实确实在上班日，我们讲台中台北通勤的这个比例是蛮高的。今天礼拜一委员会嘛，我觉得时间上比较充裕，我就说好吧，那就做台铁。高铁甲旅客会室内嘛讲会退费来赔偿，若是车帮慢30到60分钟，会使退车票的一半；若是延超过60分钟以上的，就全部拢退。交通部嘛宣布马上来启动运具联防，由代替公司马上来配合疏运，包括对号列车加停新路立站，也阁有苗栗站，嘛加开 EMU3000新自强号的客票，来到3港消透人阵。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年的台北国际电脑展6月初2到初5举办，也毋过哦，会台的执行长黄玲芬嘛已经提前来到台湾咯。伫 AND 的执行长苏姿丰宣布要投资台湾100亿美金。黄玲芬哦，又搁话话讲爱台积电扩大产能。今仔早起台积电上悬是起到2310块，联发科嘛搁起停板哦，已经4245块咯。AI 的供应链大起，今仔收盘是起1376点哦，指数嘛冲破43000点，是收伫43644点，创史上起第5个纪录，嘛创历史收盘的新高。美国股市顶礼拜54大指数收红，而且美伊战争也有可能达成协议，又加降落。8月亚洲股市也低庆祝，日本股市早盘起超过3%，台股也无输人。伫回答执行长黄玲芬提前来台湾，为台北国际电脑展暖身。台湾相关 AI 供应链的股价也创出新关价，台积电早盘上悬2310块，起55块。联发科起停锁死，起385到4245块。领军的当然就是老 AI 跟台积电的一个相关供应链设备啊，或者是产物为主。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至今来讲，其实也是呈现一个明显的扩散，可以看得出是往像一些被动元件啊，或者是细晶圆族群。AI 族群大概小真起，台股早盘冲破43000点，上悬43628点，起超过1300点。统计5个到昨晚，台股已经大起4600多点，总共51支千金股合体。近每年的台股价小甲量拢大起，不过市场昨晚出现冠商无钱通少，个人房贷有压，也个人的信贷有压，拢创新纪录。专家讲，昨晚市场出现结构性欠资金，万一行情若变势，可能借贷情形减少，会出现卖压，台股会规个修正。
黄玲芬8日会去拜访广大的董事长林必理，拜二甲台积电董事长韦德嘉食饭，拜三参加回答台湾总部办的会员大会。I think on Wednesday morning we are going to have a site opening for our new building. And I think the mayor might be there, and maybe some other people will be there, but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them. 黄玲芬这边来台湾，专家认为，若是中东情势无恶化，即马台北国际电脑展阁要开始啊，台股规个看起来正乐观，可能也阁会起。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经院今仔公布4月的景气指数，电子业务当然是强滚，制造业、服务业甲营建业的景气嘛是袂歹。传统产业因为原物料计小起，佮有补回需要，所以整体景气的表现嘛比预期还好。拜 AI 所赐，资讯产业表现很好。第二个，传统产业因为原物料价格上涨，带动了拉货补货潮。台湾的外销出口、投资表现的依然畅旺。只有在消费部分，股市的高涨，再加上 AI 带动的一些薪资或红利的热潮，对于台湾的消费来说也有很明显的注意。所以这个月的景气表现，并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的往下掉，反而在持续往上升。针对下半年的景气，台经院分析讲4月因为受到中东战事的影响，也毋过目前上歹状况应该过去了，影响是愈来愈小。那未来中东的局势转转好，AI 投资需要佮继续增加，台湾的经济成长率嘛有可能会佮调甲愈悬。再来看外交部长林佳龙今仔伫立法院证实讲，传习会过程中，台美双方拢有保持沟通。美国方面嘛有来进行简报，强调讲对台的政策无变。针对美国总统川普暗示要甲咱中国总统赖清德来通话，讨论对台军售等议题，林佳龙嘛表示讲，已经准备好势了。在这次川习会之后。我们也有从美国政府方面听取简报，那也一再的确认美国对台的政策没有改变。外交部长林佳龙证实，传习会的过程，台美双方拢有密切沟通。美国伫会后的简报也重申对台政策不变。因为对于川普提出对台军售的问题，可能会甲总统赖清德通电话，咱传好啊。我的观察是，美国是企图管理习近平啊。好，那当然表面上是走是元首外交嘛，但是事实上，我想美国站在自己国家利益，怎么确保台湾能够有自我防卫的能力。林佳龙讲，伫中国破坏台湾关系法和平解决争议的情形下，台美将共同管理来自中国的协票。也若第二批对台军售，是毋是伫中国要求下，或者是因为美伊战争离延前，或者是缩减？林佳龙讲，拢照程序伫咧进行。所谓代理海军部长不是政策的决定者，而且呢，包括战争部长也提到，其实他们中东的库存是够的，这跟台海之间，包括对台的军售是没有关系。中共不管是海军的船舰或海警的船舰，现阶段在周边水域的活动是非常的频繁。那刚好也配合到目前的中共的航母辽宁号以及它的2栖攻击舰安徽号都在西太平洋做演训。外交部的报告是讲，美中用元首外交要找出战略稳定的关系，不过竞争的本质是无改变。算是今年一个3变见面的机会，咱得密切注意。所谓台海和平要常态化，应该是要了解，破坏和平、改变现状，不惜武力或胁迫，来这个创造所谓的新常态的，正是中国。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对外能够团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6月要去美国访问2礼拜，重点放伫咧台海和平常态化。林佳龙希望郑丽文应该表达台湾的立场，而且唔通暴入去中共对台统战的陷阱。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立法院今仔开始审查通过88亿国防特别预算，其中甲美国买的海马斯火箭的头期款5月底就要付钱咯，这敢会付咧？国防部长顾立雄是表示讲，只要行政院核定会当先付头期款，应该就无问题。即马外界有风声讲，第2批对美军购案恐惊会取消。顾立雄嘛强调讲，目前是无接到美方任何的通知。海马斯火箭系统等等5项对美军购的国防特别预算案，立法院25开始审查，不过金额排出来比行政院原本规划1.25兆版本减4700亿，排除上顾加某人做，尤其无人机相关的预算风太真济，煞尾要安怎应用呢？国防部长郭立雄就讲，对加预算。
甲年度预算提悬，或者是另外提特别条例，拢伫咧规划范围内底。上次委员在院会的时候，好像也提到说，有一个无人机产业特别条例，是不是？可以啊，那个你们可以提啊，但是这个不要特别条例啊。这个当然也都要研议的。在台湾有几百家厂商，他全部都跟你说啊，这是绿油油。哎，你这个怎么样子能够让国人知道说，不是像他们讲的这样，这是有目的的政治攻击？从关键组件到系统的整个相关200多家以上的这些厂商是遍布在全国各地的，这个绝对不是只拿其中的1-2家说跟什么有来一个扣一个帽子。也那在野董事之际，最近咱台湾对美军购的金额是变济啊，不过足侪项已经签约的项目所出现进度严重延前，包括前年已经签发给书的空军 TPS-77，还有 TPS-78雷达，会当提升咱台湾防空战力。不过美国到达也未甲制作商签约生产，国防部嘛回应也未讨论合约。嘛也未立钱，立委罗斯堡嘛点出，2017年就签约的刺针飞弹采购案是安怎到达，要是一个拢无看到。那178套500枚会在今年第4季交运。今年第4季到现在，但是到现在为止一颗弹也没有。来，我们部长哦 ，F-16V 今年不可能交齐吧？部长，今年9月会开始交机。开始交机，但是今年不可能交齐吧？对不对？依照产能来看是没办法。不可能嘛！期待本次特别预算呢，整个军购项目美方都能如期的，如职的来交货，以强化国安安全。会针对这个来成立专案办公室，然后我们每个会期也都跟大院来做报告。也那今年度的国防特别预算88亿内底，是包括8亿的海马斯火箭系统头期款，伫咧5月底特别到期。郭立平表示，已经启动预算法第84条。但行政院核定了后，就会当成立钱，时间上无问题。也那国民团讲，第二批140亿美金的对美军购可能会改变。郭立平就澄清，无受到任何改变的通知，强调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无改变，会设置乐观看待第二批军购。记者综合报道。马英九基金会相关的争议搁再摊烧，基金会早起搁再开记者会，前国安会秘书长金溥聪提出萧玉琴接受台商捐款的相片，质疑讲伊违反财政纪律。律师嘛表示讲，捐款毋若无依照规定立效。当事人在面对会计师询问的时，亲像冇讲白贼。萧玉琴是强调讲，任何想要利用马前总统用不实的资讯伤害伊，一定会来采取法律的行动。那这是马总统他亲笔写的哈。英报点出前总统马英九亲笔授权书，要证明前国安会秘书长金溥聪受马前总统的拜托，调查前执行长萧玉琴、王光祖2个人涉嫌侵占背信。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戴夏玲2月5和律师、会计师斗阵召开记者会，说明相关的事情。调查过程中，确实有发现有马英九基金会的这个成员在外收受不明捐款。却依规定入账，也未向董事会报告，更有面对会计师就财务事项询问时，有做出不实陈述的行为。在115年的2月10号年终尾牙的时候呢，等于说前执行长王光慈小姐她说以现金的方式发放给员工。对于说我们现金的来源为何其实我个人觉得应该还是留待着我们的前执行长王光慈小姐来进一步的说明才能够厘清真相。戴夏玲嘛表示，萧玉琴接到国民党副主席了后，随去中国拜会国台办主任宋涛，斗阵去的阁有王公祖，还阁有调查小组李德伟等人。不过马英九对这件代志完全唔知影，怀疑调查小组是唔是有因为私人的感情，还是特定的目的，暗砍萧甲王2个人的嫌疑。在去年6月的时候，我跟马总统在马办见面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过，他心里非常不安，他觉得，萧王2人可能是背着他，常常跑大陆，
他都不知道他们做什么事，他觉得不安。肖玉琴发声明表示，伊真感谢马前总统，嘛理解马总统即卖的状况，才会针甲即卖马英九基金会指控的罪名，经过调查小组查证了后，确定并无不法。对任何想要利用马前总统要用不实的资讯对伊造成伤害的人，会采取法律行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中丰原翁仔社的民众，早起是上北到能源署定情，因指控电厂业者违法施工，佮用钱买同意书，假造电风有共识。资计会是要求讲，应该爱尊重翁仔社民众的民意，工地就爱先恢复原状。能源署嘛强调讲，会要求厂商甲电风爱好好沟通。依法开罚。北丰原翁仔社居民伫能源署门口挂口号抗议假造电风同意的假象，要求中央出面处理。居民讲，去年12月，能源署已经发函要求停工，强调爱先得到在地公示，才会使甲资料送去互政府审查。不过厂商煞无停工，搁伫4月13说明会后，伫附近5个里收同意书，甚至有民众讲，若签名就会使领到6000块，这其实用钱影响民意。离我们民宅很近啊，离民宅很近，离社区也很近，甚至离学校也很近。这如果发生了危安事故的话，谁要负责？足球会即马嘛发起联署，表示收到翁仔社70%左右的民意反对，要求就要以翁仔社的民意做主要判断的标准。若准厂商无按照规定恢复工地原样，主管机关就要按照法规处罚。环保团体讲，即卖安全规范不够，建议能源署参考德国的做法，加入听证会宽屏，互民众会当做会参与。厂商从头到尾都是违法，在这边施工，他根本没有拿到政府一张合格的证书、合格的申请通知。案子目前确认中，已经被我推荐补正，到5月27号预期的话，我会跟法务讨论是不是案子就驳回，他再重新跟我申请。跳电厂就那像是大型的电力水库，会当甲有剩的电欠起来，伫用电的高峰期，也是再生能源发电量无够的时提供电力。若拍算起伫翁仔社跳电厂，规划提供100兆瓦，属于大型的设施。当地人是烦恼讲，跳电厂离徛近受晚，恐惊要造成危险。能源署甲电证书接落来，讲会按照法规办理，嘛希望业者甲电园好好讨论，了解电园的要求。记者郭正阳、林旭凯台北报道。因为欠电的危机有袂少电棒核电的诉求，核能安全委员会今仔日立法院嘛证实讲，核3个电棒计划一定会进行实质的审查咯。台电伫顶礼拜5有提出头一届的说明，有立委嘛要求核安会应该爱甲电园民众好好说明甲沟通。电棒核电的声音是搁再出现，核安会25起立院备询，立委除了关心核废料的处理预算，关心核3电棒计划书的审查进度。对此，核安会证实已经开过审查会议，台电嘛做出回应，提出第一次的审查意见，正待台电公司答复说明。那请问主委，对于台电的答复有没有相关时程？台电公司在上个礼拜5。那已经提出第一次的答复说明，上礼拜5下班才提交出来。6月初会进行进一步的审查，我们会按部就班的进行审查。不过，立委嘛关心核安会已经进行实质审查作业。不过4月底伫恒春办的核3运转执照换法案的说明会，核安会虽然有收集意见，却无现场回复，互乡亲感觉是表面功夫，可能会引起更加大的不满。如何更加积极的跟地方的乡亲沟通，在会议之前要确保所有关心的人都能够收到讯息。我们已经有收集到民众所关心的议题。那我们经过会诊之后，也会请相关单位，包括会里面的各相关单位以及外部的单位来提供回应说明。其实本身就很复杂啊，你如果说这么短的时间内才被通知到资讯，然后就要马上开会，其实就是没办法做很实质的讨论。另外，因为中东局势变化，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一座核电厂进前拄到无人机攻击，虽然无造成辐射漏射，却引起国际高度警戒。对此，核安会强调，模拟核能漏射疏散的演练，逐档拢有进行。立委是建议核安会爱强化战争风险评估，强化防御的韧性。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宜兰有一个查甫人伫路东偷牵车，警方伫燕山乡抓到人，佮伫车顶超出毒品，嫌犯嘛是食毒驶车，防以公共危险罪上班。另外，针对食毒驶车，警方嘛展开大执法。礼拜伫新北市就抓到29件的食毒驶车。法务部嘛表示讲，这礼拜就来讨论食毒驶车加重处罚的修法的方向。一只轿车看到警察伫咧哪吒，就随势头要选。宜兰前几工仔，一个查甫人伫咧宜兰路东偷牵车，去互巡逻警察车发现，不过伊无停车，说是走互警察车局。你先报我啦，身份证啦。警察发动线顶警网，伫咧元山乡抓到这个查甫人，看到这个嫌犯状况真怪奇，进一步搬查，才为身躯顶敲着毒品，依照公共危险罪上班。本局强化毒驾查缉行为，即日起扩大执行取缔专案勤务。宜兰警方就指出，为了防止食毒驶车伤着用路人，自今仔日开始扩大执行处地专案勤务。因为食毒驶车害人无命代志，伫全台湾是一直传。今年3月，宜兰才发生一件食毒驶车，互查某老师死亡的案件。专案检方已经起诉。中华最近嘛发生沙石车驾驶食毒驶车，甲人弄，互3个人受伤。新北的警方嘛因为中和食毒驶车案件，互姊妹一死一伤，也是启动雷弹扫动专案，一天就查到29件食毒驶车案件。新北市政府警察局特别规划3阶段的强力扫荡毒驾行动，今天是第1阶段，为期3天的强力执法。今日台北市警察局就统计，今年1月到今，查到食毒驶车案件拢总是632件，食毒驶车害人无命是一直传，案件嘛一直唱悬。行政院就指示法务部展开全面的检讨，会为提高刑责的方向来建议，希望会当减少食毒驶车害人无命的状况。法务部就表示，会规划甲食毒驶车行为独立修法，甲刑责加重。这礼拜就会召开各机关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2023年台北市内湖一个姓王的电视节目制作人封开15枪，检警扩大追查，查出讲这案是因为一间建设公司3个兄弟仔利顺超袂平哦，拢去找乌道来桥。这个姓王的制作人是大兄的囝婿。苏林地检署今仔侦结起诉有田国明背景姓王的查甫人计共8人。该建设公司的资金有流向天道、竹联、四海等3大帮派成员以及亲友的名下，那从中获利的新台币高达6000万元。那士林地检署依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起诉被告王姓等8名。伊经过调查建设公司是姓吴的兄弟仔3个人共同经营，因为股权甲利润分袂平，产生纠纷，因分别拢去找乌道来桥，说互乌道恐吓爱钱，前后是已经付出6000万。检警嘛调查讲，田道明、阁有敌人帮甲受害帮拢有涉案。再来看4月时日本的车轮大厂普利司通伫新店工厂关门，大量资遣员工。有工会团体是指出讲，普利司通无甲劳工集体谈判，刷一个约谈500外的防资遣的劳工，则违反劳基法。另外，阁有日本的民邦公司嘛传出劳资争议，工会早起嘛去劳动部抗议。日益嚣张。工会团体在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外口抗议，日本的面板制造企业阿萨希公司在台湾传出劳资争议。有工会团体指出，自108年开始，公司有公告讲，员工每10年开始通摕到雇任金牌，说因为今年金额起价，公司无经过工会同意，就用比行情较低的金额来代替。另外，阿萨希公司今年有16个月的薪资奖酬，工会要求明定在劳资协议规章内底，说在协商的时拢互资方拒绝，工会就惊无法度保障劳工的权益。每年12个月的薪资之外，还有3个月的年终奖金，还有这个1个月的节庆奖金的部分。那你应该把16个月明定于工会的跟工会协议，但是公司是完全不愿意。现在担心就是说未来那个员工的这个薪资奖酬16个月也会在公司的相关的一个人事成本的考量上就片面去取消，导致员工的薪资跟这个奖励是没有任何保障的情况。
另外，对台湾的日本企业，像车联大厂普利司通，甲经营化妆品的资生堂，4月底新竹陆续关厂自建员工。有工会团体指出，普利司通在5月初8提出大量解雇的计划书以后，后续无经过劳工集体谈判，刷到500多个phòng自建的劳工一个一个约谈。工会认为，这违反大量劳工保护解雇法的主题协商甲经济协商的精神。这个在5月11号就直接把劳工载到4个不同的地点去，然后进行所谓的协商。但我们认为，协商应该是要让劳工可以交换意见或整合意见，提出自己的方案之后，跟公司来进行谈判。但这样的方式，其实我们认为完全违反《大量劳工保护解雇法》的这个自治协商和强制协商的精神。工会团体认为，资方案的含个别劳工协商，是一种对劳工的压力威逼。针对劳动条件合议，若要改变，也应当经过集体协商。工会呼吁劳动部甲地方政府爱站出来，要求这日本企业继续甲工会进行协商，避免以后这款恶例搁再发生。记者卢尚祖、郑俊尧台北报道。搁再新闻来看，美国总统川普则表示讲，美国甲伊朗的和平协议备忘录已经签上甲差不多了。也毋过，昨又搁讲，已经要求谈判代表毋免着急，因为时间是徛伫美国这边。双方目前是针对伊朗的核子计划、解除制裁、和荷姆兹海峡控制权其实是个超未平。伊朗的军方的高层嘛，搁继续放调警告美国，若搁发动攻击，伊朗一定会回应。嘛讲无排除要退出核子未扩散条约。美国总统川普二是伫咧伊家己的社群平台发文讲，又交代谈判代表免着急甲伊朗达成协议，时间是伫美国这边。川普讲，谈判怎么才用有秩序而且有建设性的方式伫咧进行，强调伊袂做伤害协议。因若伫正式签协议进前，美国对伊朗的封锁措施拢会继续。外国媒体报道，怎么双方正伫咧协商60天的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美伊停火期限搁再延60天，优先推早重新开放荷姆兹海峡，一个解除美国海军的封锁。了后，再搁谈伊朗的核计划相关问题。有中东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讲，美伊后一轮的会谈可能是6月初5。另外，正伫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证实，美国要甲伊朗达成的协议有得到中东部分国家支持，不过核子问题协议较复杂，无法度伫72点真久来完成。The ultimate goal is that Iran can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Related to that is this issue of the Straits. Okay, this is an international waterway. They don't own it. 卢比奥警告，荷姆兹海峡是国际水道，伊朗无权利威胁商业船通行。美国希望用外交方式解决危机，不过若是有必要，也无排除用其他的手段。但是伊朗态度也正强。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李扎希二是伫德黑兰参加战争历练者纪念仪式时阵讲，管理荷姆兹海峡是伊朗合法的权利。伊警告美国，若是对荷姆兹海峡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会做出正困难而且痛苦的回应。حمله کنید و وارد خلیج فارس بشید. اول ما این جواب میدیم سخت دردناک کم نظیر. ثانیاً ما محاصره دریایی رو که تا حالا صبر کردیم و بهتون حمله نکردیم محاصره دریایی رو میشکنیم. 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强调，愿意用谈判向国际社会保证，伊朗并无想要发展核武，不过也未伫咧国家尊严甲利益这部分让步。虽然美双方伫浓缩铀、解除制裁、解冻伊朗海化资产，抑个荷姆兹海峡的问题，离真正达成最终的协议抑个一阵嘛。不过市场对美伊和谈的进展正乐观，国际油价创2礼拜新高。公司新闻单秋梅编辑。再来关心俄乌战争乌克兰空袭罗西亚占领的大学宿舍，造成21人死亡。罗西亚嘛发动战争以来上大规模的轰炸，发射一档载核子武器的飞弹，嘛造成上无4个人死亡。罗西亚23、24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开战4冬多以来上强烈的空袭，也是开战了后第3届动用无法度防拿炸，会当甲核弹头的及音速真高超飞弹。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伫咧视察同款受到轰炸拄啊起造完成要来纪念切诺比核灾40周年的博物馆，实在挡袂牢甲罗西亚吵。So they attacked. They saw this museum. They attacked this
exactly to the museum. Just crazy assholes. That's 罗西亚23半暝一直到24，动用超过600只无人机，还有包含整个手飞弹等等各种的飞弹，拢总90粒，包含主体区、市场、学校、水利设备，拢成做攻击的目标。伫几啊点钟的空袭内底，至少造成4个人死亡，超过90个人受伤。就连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也紧急向公民来发布防空避难的警告。Невозможно, як це жити далі, як тому Путіну об'яснити, щоб він постарався припинити це всю агресію нашого народу. 针对罗西亚这波空袭，包含法国总统马克宏、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等等欧洲的领袖拢发文来谴责。不过罗西亚强调，这是针对乌克兰22日暗时卢甘斯克师范大学的学生宿舍发动无人机的攻击，造成21个人死亡的报复。不过乌克兰这边是强调，攻击敢若锁定当地罗西亚无人机军队，百姓不是目标。美国国务卿罗比奥顶礼拜证实讲，美国已经暂停甲罗西亚也个乌克兰的3方和平谈判，强调无想要加入去拢无进展的谈判当中。不过，若准未来有出现建设性的对话机会，美国也是真愿意搁再来调解。关新闻景文琴电影。过来消息来看，彰化市昨有一个姓彭72岁查甫人，对12楼悬的大楼爬落去隔壁透天厝的厝尾顶哦。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的时，这民众已经无喘气，嘛无心跳咯，送病院嘛是救无回来。事故的原因，警方搁会厘清。消防人员出动吊车，甲爬落来的民众送落来进行急救。彰化市立市中道有一位民众，唔知影什么原因，为12楼悬的大楼爬落去隔壁透天厝的楼尾顶。附近民众听到声音，赶紧报警处理。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的时阵，这位发生意外姓彭的民众人已经乌卡，经过急救，嘛是救无回来。我们是有听到“砰”一声很大，我以为是风带，是什么东西吹倒。窗户打开看到就有人。不是，我们就有人在屋顶就对了。现场患者第一时间就是呈现 OCA， 救护人员去接触之后，把他先移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再利用我们拐腰车吊臂把他吊到地面上，然后进行的急救。大楼管理员表示，这位72岁姓彭的民众是大楼的住户，那像是因为无早厝内锁匙，想要为大楼的楼尾顶爬落去12楼的徛架，结果无细地爬落楼。原本伊的后生已经有叫开锁的来，想知影就安尼发生意外。他没有听他儿子的话，跟锁匠一起上去，他是自己先回来，然后到12楼，他是住在12楼，拿个那个消防的那个水管抽出来，然后想要垂吊下去。警方表示，目前案件侦办中，无方便对外说明。预计拜一下晡会上验遗体，随后卖请家属协助做笔录，厘清代志发生的原因。记者杨淑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第23出现全国头一个本土天狗类确诊病例哦，是一个住伫镇定66岁的查甫人。市政府是表示讲，伫个一调的时哦，这个查甫人无讲有去过高雄4个行政区，佮去过屏东县哦，所以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罚伊18万块。这几天哦，有采检相关的250多人咯，是无人胃着病，嘛会继续针对这个所在来监控31天。25透早，防疫人员伫户外厝药啊封治，另外一边有防疫人员咧检查资生源。市府23到25已经扩大采检250多人，因为高雄出现全国头一个境内本土天狗的病例，确诊的66岁查甫，煞互市府发现无要配合疫调，隐瞒伊的卡价，互市府重罚18万。以不记得等避重就轻言辞，未提供送货或担任巡守队等足迹。经卫生局详细调查后，个案才坦承尚有仁武、大社、新兴、苓雅区及屏东县等活动足迹。个案咧做汽车修理的工课，疫调发现伊去过屏东参大约50个亲友做伙食饭。市府公布苓雅、镇定、共9个里是警戒范围，林华里是其中一里。25下早，里长发动志工沿路摒扫环境。当然，你当下发生的时候一定要紧急3天，72小时内我们要赶快出来。再来就是说，依照情况，比如说如果有下雨，或者是有在往严重的方向，我们再来就要撒盐了，就是针对水沟去撒盐跟投药。
有积水的话哦，咱会甲即个盆栽的主人哦，咱有看到，咱会甲讲啊，这个落啊，若无看，咱来动的话落来。盆栽若是讲咱会当刷顶动的，了甲小可水，了甲落一个。里长讲天气热，高生白芒糖，除了孙早时甲里面提醒，嘛伫里内几落位抗宣导布条，希望大家互相提醒，唔通一无用就袂记即防疫。记者综合报道。经济部合资企业科威环保公司民国94年开始，是伫高雄台发工业区西焚化炉，一季爱互大寮地方3500万的回馈金。去年底新的董事长上任，想要取消部分的回馈金。今仔早起，就有8里里长甲上百个里民去抗议，要求董事长落台。科威本场。高雄大寮包括中寮、招明、新厝等8里的民众，拢总100外个人，25透早就来到台发工业区的科威环保公司有布条挂口号镇静抗议。里长讲，由经济部出钱合资兴建的科威环保，自英港时代就甲地方签约，由地方里长组成回馈金委员会，逐季会按照分化量去回馈金。去年底新董事长小英达上任了后，就要求因爱检讨回馈制度，单方面取消部分的回馈金。里长认为，本所要烧钱要赚，污染拢是地方伫咧承受，这款做法因无法度接受。写了嘛是无效，伊嘛讲无爱啊，无效管啊，嘿啊。伊的理由是啥物啊？伊理由讲因了钱啊，公司无赚钱啊。哦，无理由啊！哦，你伊只合约，伊只法令规定，拢总爱照安尼行，结果你违反法令，哦，恶意毁约。议员讲，目前科威符合地方的回馈金有2条，除了英港时代签的按照分化量付的回馈金以外，2024年科威起新产线提供第2期的建设奖励金甲回馈金。现在科威选用无趁钱的讲法，要甲新的这条取消，里长才会生气。对此，科威董事长肖英达表示，契约有规定，双方4年检讨一个合约，这摆嘛是按照董事会决议来执行的。取消新建回馈金嘛是按照合约来行，并无违反规定。可威愿意用最大的诚意来跟他们协商啊，但是请尊重契约精神，请尊重既有的协商机制，那个是在契约里面明文规定。科威有明法规定撤销回馈金，地方认为公司有营运对大来污染，取消回馈金实在真无理。双方各有坚持，对此环保局表示，因为代志牵涉到司法契约，公家机关无法度介入，只会当加强监督科威的营运，要求因爱甲地方好好沟通。记者柯家族邱晓阳高雄场报道。来看屏东潮州一间真出名的牛肉店传出劳资纠纷，一个资深的员工的家属是指控讲，伊70多岁老母3月开始有小可失智的症头，5月初9头家就派人到厝里要求伊的妈妈签自愿离职单，无想要付资遣费加退休金。只不过这个头家其实讲，目前已经有申请调解了。你住对啊？你知影你住对无？我知啊。啊？警察看到阿送牵着脚踏车，需要斗3工，就过去甲关心。姓罗的负责人哪像有失智状况，找无转去厝的路，伫警察陪伴一户纳问，路尾总算是到厝。不过，这位负责人的家属疑似伫面册答问，讲负责人原本伫潮州的一间知名牛肉店做工课36档，却因为失智，互店头骗签离职单，互家属非常不满。讲也介久无接触到伊啦，伊讲无介身体无介好，讲小可失智安尼啦。啊，所谓失智到什么程度，我嘛唔知啊。记者实际到姓罗负责人兜替问说咧，家属的答问写讲，因妈妈对79年就伫这间店做，算老员工啊，退休了后阁继续做，结果无想到5月初9店头就派人来请负责人签自愿离职单，想要趁负责人失智，闪避应该要负责的资遣费用甲退休金。因为妈妈跟我们是非常感情非常好的，在母亲节的时候，我们还有邀很多。一起去他家跟他庆祝母亲节，他都快哭出来了。旷职好几天了，他也没有来请假，我们也不晓得他要不要离职。对，这个就是我们不清楚的，需要厘清的地方。当事人理解能力有欠缺时，其所谓的意思表示无效。所以这个离职证明文件有可能是无效的。店头讲负责人是老员工，做工课和相处无啥物问题，但是自3月开始有几6天无请假，互店头找无人，只好请负责人先暂时休困。面对家属的质疑，店头表示会搁申请调解委员会，甲代志处理好势。县府罗清楚嘛证实，按算6月初会出面调解。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
台南的林德区太子路本地是有4线道，最近纠做2线道，中间是画黄色的造化线，禁止停车驶过哦。也毋过未少民众无细腻会去缀着线，麻烦检举，所以民众就质疑讲，安尼设计有问题。市政府嘛表示讲，已经有要求相关的单位去现场勘查。本来上下班时间，台南林德区的太子路定着车真多，记者实际到现场观察，发现车路的车拢真细腻咧驶，不过煞也是真侪驾驶无注意着违规。主要因为遮最近重新规划路段，甲原本的4线道缩减做2线道，改换无用哦，中央画一块真大的黄色造化线，造成赛车空间压缩着，车辆无论是要直驶，也是顺路转弯，真侪人嘛是拢缀着线，互在地民众气噗噗，旋甲无力。讲这设计有问题。对啦，按遮过人无即个无去发着啦，迄无袂使安尼做啦，迄种安尼做法咧害死人啊！百姓一个总摊无几元哦，啊你安尼没有办法，我们也是反映啊，但是其实这个刚设的路口哦，其实这样如果不对，我们改后面的其实交通安全比较重要啊。交通改善煞变罚单的限制，民意偏向差不多10台车有6台违规，因为检举的人规工受理，直翕，一工加着几百张罚单。因认为公家单位应该考虑到用路人的感受，这根本载袂过去。交通局回应，针对目前的交通乱象，最近会校长会勘。其实每一台车经过去，基本上是有车子在走的地方，都会有压到我们的槽化线的。麻烦交通局、公务局再重新来规划绘制，是不是可以将这地方再次改善？划设了比较多的槽化线，这部分照用路人质疑可能会有一些违规的状况，交通局近期也会在办理会勘做一个整体的检讨。面对地方的怨叹，台南市长黄伟泰嘛讲，卡数标线画甲伤宽，影响到车道，造成民众伫唔知影情形下校着线，这确实是正式限制。市府讲刷落去会针对太子路的交通标线进行全面检讨，地方希望政府紧处理，免得互原本要改善交通的好意彻底变质。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桃园市为着要减轻少年家庭的负担，推出会当负担的主体型办管理自治条例，按说明仔载第2会来审查哦。其中的第18条是规定讲，制度中心会当随时调查，也毋过有民众是真烦恼讲隐私会受到侵犯。制度处是强调讲，调查进前会先通知，被向弄门检查。航空社案例主体已经起好啊。按算会当申请的第1批107号可负担主体，即马就等桃园可负担主体行办管理自治条例审查通过。因过其中第18条规定，制度中心会当随时调查可负担主体使用管理情形，引起议论。有民众认为有必要，因过有人也担心讲会侵犯到家己的隐私。对于可抽查的看法？可抽查 OK 啊，因为基本上要抽查就抽查，如果你都没有做不做回应是他在相关的规定内去做他规定应该做的事情，我觉得那是合理的。你抽查没有错，很多社会弊端都是在没有公权力介入之下，很多黑的东西会出来。你会担心说就是抽查会有隐私的问题吗？抽查的话会对个人隐私应该有大部分的影响啊。对桃园首创的全台湾可负担主体政策，制度处讲是以去商品化加方便式买卖做核心。伫捷运或者是台铁站附近，专门替25到44岁，将有未成年子女的青年家庭设计。目标房价是至20几万，协助少年家庭住得起。因若为了要确保家己住家己用，避免私下转卖转租，或者是其他的商业行为，一定要适合管制方法。预期这周议会通过后，我们会报行政院核定。那实施地点的部分，我们选定机场捷运的 A20、A21 站跟体育园区这3个都市计划，相关的土管要点已经陆续公告实施。制度处强调，伫咧厝互人检举有家己住家己用以外情形时阵，才会安排调查。调查进前也会通知民众时间，袂无预警突击检查。收集到相关的事情了，也是交予市政府相关单位认定看是毋是违规，抑个是毋是要采取。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东县的东河乡民代表会同意讲，后个月开始要发予7000外的东河的乡民，一人3000块的振兴经济金哦。今年中央节的礼金嘛要增加到3000块。
伫东海岸的东河乡资源无济，居民的收入大部分是拢靠观光，也有农业，收入一向拢无稳定。去年中央才普发1万块的现金，予东河乡的民众加一条收入。这个月东河乡公所阁公告，自6月初10到7月30日，会阁发予乡民每一个人3000块的振兴经济金，予乡民实在是足痛嘞。不少吧，小地方啦，有一撮补助，咱就感觉一个家庭安尼加减有帮助啦。乡公所表示，因为东河乡民众的经济来源大部分是外靠观光，也有农业。若这几年的国土无遐尔啊兴，也有农作物受到风灾损伤真严重。依照地方制度法，乡大会嘛通过这项福利政策，通减轻7000外位乡民的经济负担。最近的油价、物价波动都很大，大家生活都还蛮辛苦的，所以公所刚好有仓库有余裕。东河乡公所发放振兴经济金是台东县今年的头一个。乡公所表示，乡大会上时通过今年的中央敬老礼金，自1500块提悬到3000块，也有真侪项生育补助的津贴，希望会使加推动社会福利，鼓励乡民留伫咧地方发展。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县8万公顷的农地有1/4是种稻啊。最近因为油起价，县政府即马要补助农民运费，对1公斤3角要提悬3倍，要补助颗粒哦。农民是讲运费的补助增加1公顷，会当来增加5000外块的收入，嘛算是袂歹。云林地区阁无偌久早冬就要收啊！云林县内8公顷农地有1/4是种稻啊，毋过粗坑运费补助是由各县市按财政状况编列。云林县因为种稻啊面积大，即马1公斤干到补助0.3块，已经30多冬无调整。31年以来没有办法提高补助，甚至我们是一个农业大县，我们都希望大家保障农民的权益，维护我们农业能够永续的发展哈。那所以呢，我想我毅然决然哈，希望在这个公粮收购的运费补助当中啊，从每公斤的0.3块钱提高到1.2块钱。县府表示，因为国际油价起价等因素，农民种植的成本增加，为着补贴农民收入，分县府会编列预算补助。预计为116年开始补助农民粗坑运费，为1公斤0.3块提悬到1.2块。县内真侪农会甲农民表示是加减有甲农民补贴到。对着农民的这个运费这方面的还是资产成本这方面，拢有一个相对的直接的帮助。物资波动足悬的，所以若逐项甲阮起，对阮来讲是对阮的生活会更加稳定。无你即摆做事的人愈来愈少，啊，你若甲一寡部分甲调较悬一丝啊。对我来讲，真的是会非常愿意下去从容。云林县府表示，提悬补助后，1公顷会当加领5000多块，大约12000个农民受惠。伊个编列经费1亿，县府的全力协助。伊个116年开始会当领到较悬的运费补助，希望甲农民补贴费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年的坎城雅典萨角落罗西亚导演的牛头怪的美奖是摕到上月奖。伊伫上台的是嘛，呼吁罗西亚总统普廷得赶紧结束屠杀。另外，西班牙国宝级导演阿莫多瓦嘛发言批评美国总统川普等人，讲艺术家有义务来对抗侵害民主的政治人物。另外，今年为入围的韩国片嘛是有史以来制作经费上悬的韩国科幻片《希望》。这届坎城雅典唯一入围竞赛片的韩国国片《希望》，是靠声的导演罗宏丁的新作品，这出的制作成本高达11亿台票，拍破韩国历史新高的科幻恐怖片。你讲外星生物入侵地球，演员翁仔某麦克法斯宾达甲艾莉西亚维肯特特别来演出外星人，去问到是安怎接韩国片，法斯宾达讲只是听无嘴啦，大家是听甲爱笑。Alicia told me to do it. Listen to me. 西班牙导演阿莫多瓦的《苦涩耶诞节》是生涯当中第7届来拼金棕榈奖的作品。76岁阿莫多瓦这届和其他2位西班牙的青年导演做伙入围竞赛片。阿莫多瓦表示，艺术家有义务来对抗侵害民主政治的人物。Europa sí hay leyes y entonces Trump debe saber que hay un límite para todos sus delirios y sus locuras y que Europa nunca va a hacer un vasallaje con respecto a las políticas de Trump. And that problem also goes to Mr. Trump, and Mr. Putin, and Mr. Netanyahu. Gaza, for example, coming again into that.
has been committed and is still being committed. Genocide is a fact. You can fight against it. You can try to justify it. 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下半部天气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7度；中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6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5度。外岛地区上低27度，上悬31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报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播3点，咱再会。